各位，今日呢條片，我希望你由頭聽到尾，因為人到晚年，真正令人擔心嘅，往往唔係一時冇錢，亦唔係屋企唔夠大，而係明明辛苦咗大半世人，手上有少少積蓄，亦有一個安身嘅地方，但係日子反而愈過愈不安，錢愈來愈唔襟使，屋企人愈來愈少溝通，仔女孫仔亦愈來愈唔想返屋企。有啲人退休之前日日返工，生活好有規律，雖然辛苦，但係個人有精神，屋企亦有一種向前行嘅氣。退休之後收入減少咗，活動少咗，留喺屋企嘅時間多咗，先慢慢發現原來屋企有好多地方一直都唔順，門口堆滿鞋同紙箱，客廳愈擺愈多雜物，廚房有啲水喉滴水滴咗幾年都冇整，廁所長期潮濕有味，房入面放滿唔捨得掉嘅舊衫舊物，每日一起身，眼前全部都係雜亂破損同未處理嘅嘢，個人自然容易心煩，夜晚亦瞓得唔安穩。有啲人會話人老咗係咁飲啦，運氣開始行下坡，身體差啲，心情差啲，屋企人疏遠啲，都係冇辦法。但我想提醒大家，唔係所有不安都係命，亦唔係所有破財都係流年。有時唔係你冇福，而係間屋留唔住氣，唔係你冇財，而係你每日嘅生活習慣正一點一點將財氣耗走。唔係仔女冇孝心，而係屋企嘅氣氛已經令人反到嚟都想快啲走。尤其香港嘅住宅地方普遍唔算大，大門、客廳、廚房、廁所同睡房全部靠得好近，地方愈細愈要講究整齊、通風、光線同動線。如果門口一亂，成屋都好似塞住。如果廚廁潮濕，成間屋都容易有一種谷促沉重嘅感覺。如果客廳長期充滿埋怨同指責，就算你擺幾多招財物件，都好難聚到真正嘅人和之氣。所以人到晚年，最怕唔係冇錢，而係有錢守唔住，有屋住但係住得唔安心，有仔女但係關係愈來愈疏，有健康但係自己唔珍惜，有福氣但係每日用錯方法，慢慢將福氣磨走。今日我會同大家講清楚5個道理。頭一個道理關乎你每日出入都一定會經過嘅大門。最後一個道理就關乎好多長者一生都想牢牢捉住，但捉得愈緊反而愈容易失去嘅嘢。第一個道理，人到晚年想守得住財，首先一定要守得住個門。大家而家可以諗一諗，你屋企一打開大門，第一眼見到係乜嘢？係乾淨光猛嘅玄關，定係一堆鞋？係一條暢通嘅路，定係擺滿紙箱、買蟹車、膠台、雨傘、舊報紙同未拆嘅包裹？大門打開嗰陣，有冇撞到後面掛住嘅衫？有冇因為鞋櫃太大，搞到每次入屋都要打側身？有冇啲濕雨傘擺咗成晚，令門口長期有一陣翳焗味？住得耐睇慣咗，好多人唔覺得呢啲係問題。今日擺一袋嘢，心諗聽日先執，聽日又多一個紙箱，再過幾日又擺多2對鞋。久而久之，門口愈來愈窄，燈又唔夠光，空氣又唔流通，自己每日出入都覺得唔方便，但係又懶得改。風水上，大門係一間屋納氣嘅地方，外面嘅氣、人緣、機會同財氣都要先經過大門，先可以進入屋企。如果大門附近長期陰暗、潮濕、有異味、阻塞，氣入到嚟就容易變得散亂，甚至未入屋已經被擋返出去。但大家唔好將呢句說話理解成神怪，所謂氣唔順，其實同生活有直接關係。一個人每日返到屋企，未入門已經要跨過幾對鞋，避開一架賣蟹車，再伸手推開阻住道門嘅紙箱，個心會唔會煩？長者行路本身已經冇後生咁穩，門口堆滿雜物，會唔會容易絆倒？夜晚燈光不足，會唔會睇唔清楚地面？鞋有氣味，濕傘又冇晾乾，會唔會令空氣變差？所以真正實用嘅風水從來唔會離開生活安全。一個令人行得唔方便、呼吸得唔舒服、返到屋企就心煩嘅地方，好難叫做聚福之地。大門需要有木嘅流動，亦需要有火嘅明亮。木代表生長同通行，火代表光線同精神。如果大門太暗，金屬雜物太多，舊鞋舊物又帶住濕氣，成個入口就會顯得冷、重、滯。人住得耐，心情亦容易變得沉重。有啲人好中意喺門口掛葫蘆、銅錢、紅繩、八卦或者各種招財物件。其實物件本身唔係問題，但如果一個本來已經好狹窄嘅入口，再掛到密麻麻，反而會令視覺更加混亂。你要記住，
招財之前先要有路俾財氣行。如果連大門都開唔順，門後面又掛滿衫同袋，地面又放滿鞋，就算你擺幾多招財物件，都只係喺一個塞住嘅地方再加嘢。香港好多單位得400幾尺，甚至300幾尺，門外走廊本身已經窄，入到屋又擺3層鞋架，一架買啀車，幾筐紙巾同幾袋日用品。有人會話間屋細冇地方擺，唯有放門口。但間屋越細越唔可以將唯一嘅出入口變成倉庫。門口唔單止係氣口，亦係你同外界連接嘅位置。你每日經過一個乾淨、光猛、暢通嘅入口，個人會自然覺得清醒。你每日經過一個昏暗、擠迫、充滿雜物嘅入口，久而久之，個心都容易覺得生活冇出路。所以第一件要做嘅事唔係買新物件，而係減少常穿嘅鞋先留喺出面，唔常穿嘅鞋放入櫃。爛鞋、甩底鞋、幾年冇穿過嘅鞋，就唔好再用一句或者有機會住嚟佔住門口位置。紙箱唔好長期堆喺大門旁邊，好多紙箱表面睇落乾淨，其實容易吸濕藏塵，亦有機會招惹昆蟲。網購拆完件之後，應該盡快處理，唔好覺得紙箱結實，將來可能有用就一直留住。垃圾同準備掉棄嘅物品唔好擺喺門口幾日，因為你每次出入都會見到，等於每日提醒自己屋企有一堆未完成嘅事情。大門嘅燈壞咗，要盡快換；門鎖唔順，門鉸有怪聲，門柄鬆咗都唔好拖。大門代表一間屋嘅第一道保護，門開關順暢，住喺入面嘅人先會有安全感。每個星期抽幾分鐘，用布抹一抹門柄、門框同鞋櫃，唔需要日日做大清潔，但係至少唔好令灰塵同雜物長期積聚。你可以記住一句說話：入口先清，財氣先有路。當大門清潔、光猛、暢通，唔單止係風水好咗，亦會減少跌倒風險，減少異味，令每日出入更加舒服。呢啲就係真正可以見得到、感受得到嘅改善。第二個道理，錢守唔住，好多時唔係因為你賺得少，而係你將財位變成咗雜物倉。好多長者都非常節儉，經歷過以前物資不足嘅年代，見到一個紙盒都會覺得掉咗好浪費，見到一個膠袋會諗住洗乾淨，下次再用。見到一部壞咗嘅電器，會覺得可能人整得反喎。收到親戚朋友送嘅禮物，即使唔中意、唔啱用，都唔捨得掉，因為覺得係人哋一番心意。節儉本身係好事，但節儉同囤積只係一線之差。真正嘅節儉係珍惜仍然有用嘅物品，合理使用金錢。囤積就係明知冇用，已經損壞，幾年冇碰過，仍然因為恐懼同不捨而死死留住。風水所講嘅財位，一般係客廳比較穩定、安靜同聚氣嘅位置。有啲住宅可以從大門斜對角位置去觀察，有啲單位就要按實際格局判斷。但無論財位準確喺邊，財位都離唔開3個基本條件：第一要穩定，第二要乾淨，第三要有生氣。如果你所認為嘅財位長期放住爛風扇、壞燈、舊報紙、虐待、未交嘅賬單、空紙箱同枯死嘅植物，咁就算位置計得幾準，亦好難發揮令人安心聚氣嘅作用。財位唔係一個神奇按鈕，唔係擺一隻金蠶、一個聚寶盤，錢就自動流入嚟。財位真正嘅作用係提醒你屋企需要有一個清晰、穩定、整潔嘅地方，代表你對資源、財物同生活秩序嘅管理。一個人連重要文件放喺邊都唔知，每個月賬單到期都唔到，銀行信件同廣告單張混埋一齊，過期藥物又塞滿櫃桶，咁又點會有守財嘅能力？有啲人話自己錢成日唔見使，明明每個月都有固定收入，但去到月尾就唔知使咗去邊。你叫佢拎出所有單據，佢又話周圍放。問佢有幾多固定開支，佢又講唔清楚。問佢買咗啲乜，屋企就到處都係促銷時買返嚟，但從來冇用過嘅物品。呢種情況，就算擺再多招財物件，都不如先整理清楚生活。財位堆滿舊物，背後好多時係一種恐懼，怕將來冇錢買飯，怕仔女唔照顧自己，怕年紀大咗乜都缺，怕掉咗就係浪費。但係你要明白，一件物品留喺屋企，並唔係完全冇成本。佢會佔用空間，你要花時間清潔，佢積塵之後會影響空氣。當你真正要向嘢嗰陣，佢會阻礙你。雜物太多，仲會增加絆倒同火警風險。所以有啲物件
表面上係因為慳錢而保留，實際上卻一直消耗緊你嘅空間、精神同安全。例如一把壞咗3年嘅風扇，一直擺喺客廳角落，你每次問屋主點解唔調，佢都話遲啲幾人整，但3年都冇整，即係佢根本唔重要。一張斷咗腳嘅凳，用布蓋住，話或者有一日會整，但每次清潔都要搬開，仲驚有人唔知情坐落去。一疊幾年前嘅報紙，話有重要新聞想留住，結果連自己都唔記得重要喺邊。報紙越積越高，擋住窗邊光線，令客廳更加陰暗。呢啲就係用昨日嘅物件阻住今日嘅生活。人到晚年，要學識放低一樣好重要嘅觀念，唔係所有保留都叫珍惜。有時適當放手，先係為自己留返一條路。整理雜物唔需要一日清晒成間屋，對長者嚟講，一次過做太多，身體辛苦，心理壓力亦大。最實際嘅方法係每星期處理一個小範圍。今日只整理一個櫃桶，聽日只處理一層架，下星期再睇一個角落。將物品分成3類，第一類係而家經常使用而且狀態良好，第二類係有真正價值，需要妥善保存，例如重要文件、珍貴相片、紀念物品。第三類係已經壞咗、過期、幾年冇用、唔適合自己，亦冇人需要嘅物品。第三類物品就應該逐步處理，可以回收嘅回收，可以捐贈嘅捐贈，確實損壞嘅就掉棄，唔好因為掉一件冇用嘅物品而內疚。你騰出嘅唔單止係位置，仲係生活嘅呼吸空間。財位整理好之後，可以放一盞光線柔和嘅燈，保持明亮，亦可以擺一盆大小合適、健康茂盛嘅植物，但唔好太大，唔好阻路，更加唔好放一盆已經枯黃嘅植物。心諗過幾日可能會救得返，就擺足幾個月。如果冇心機照顧植物，寧願唔擺都好過放一盆死氣沉沉嘅植物。財位附近唔好放垃圾桶，唔好用大風扇長期直吹，因為無論從風水定生活角度，強風對住一個位置不停吹，都會令人覺得難以安定。壞咗嘅物品唔好用布蓋住，就當睇唔到。問題唔會因為遮住而消失。未交嘅賬單亦唔好周圍塞，最好準備一個固定文件夾，按日期整理，交咗嘅同未交嘅分開。每個月揀一日，打開財務文件，睇清楚有冇重複收費，有冇已經冇用但仍然自動扣款嘅服務，有冇保單、賬單或者重要通知需要處理。當管理金錢嘅地方清楚，個人對支出亦自然會清楚。呢種清晰先係守財最實際嘅基礎。第3個道理，想晚年安穩，唔好俾廚房同廁所形成一邊生一邊蝕嘅局面。香港好多舊式單位，廚房同廁所距離好近，有啲廁所門一打開就直接望到煮食位置，有啲廚房非常細，雪櫃、洗衣機、水槽同煮食爐逼埋一齊，廁所又長期潮濕，抽氣不足，門經常打開，氣味好容易走入廚房或者客廳。風水入面，廚房屬火，火代表溫暖、飲食、健康同家庭嘅持續力量。一家人有冇規律食飯，有冇一個乾淨地方處理食物，對身體同家庭關係都好重要。廁所就帶有水同排泄嘅性質，佢本身唔係邪惡，亦唔係話屋企有廁所就一定破財。廁所係每間住宅必須嘅空間，問題在於佢有冇被妥善管理。如果廚房長期油膩凌亂，廁所又潮濕有味，水喉滴水，去水慢，兩個位置再互相對沖，成間屋就容易出現一種又濕又熱又谷促嘅感覺。所謂水火相沖，唔一定代表即刻有災禍，真正要留意嘅係不利格局，再加上不良生活習慣。例如廁所門長期打開，坐廁蓋又唔閂，抽氣扇亦壞咗，濕氣同味道自然走到其他地方。廚房水槽同時滴水，爐頭又積滿油污，食物過期都冇清理，呢啲問題加埋就會直接影響健康、心情同開支。好多人口中所講嘅漏財，其實就藏喺一滴一滴嘅水入面。水龍頭每分鐘只滴少少，聽落好似冇乜，但長期累積就係水費。水槽下面滲水，令木櫃發霉，拖得耐就要成個櫃更換。座廁不停有微弱水聲，代表內部可能漏水，水費自然增加。雪櫃門膠邊老化，閂唔實，部機就要長時間運作，電費增加。食物亦容易變壞，抽濕機長期開住，即使濕度已經唔高都唔關，電費亦會慢慢流走。
有人去超級市場見到減價就大量購買，雪櫃塞到滿晒，最後食唔切，菜變黃，肉過期，麵包發霉，整袋掉入垃圾桶。表面上買嗰陣慳咗幾蚊，實際上掉棄嗰刻就係將錢直接掉走。有人因為怕冇藥用，買咗大量保健品同成藥，結果過期都未開封。又有人將藥物同乾糧塞埋一齊，想食嘢嗰陣唔到，想釀藥嗰陣又翻亂成個櫃。呢啲全部都係生活上真實嘅破財，根本唔需要等到發生一件大事先叫做漏財。所以廚房同廁所最重要嘅化解方法，從來都唔係掛滿鏡、銅錢或者符飾，而係先處理實際問題。水喉漏水要盡快維修，唔好因為只係滴少少就拖1年半載，細問題拖耐咗往往會變成大支出。煮完飯之後，爐面同工作台盡量抹乾淨，唔需要每次都大清潔，但油污唔好積幾個月。爐頭代表一個家庭煮食同維持生活嘅能力，爐頭長期油膩塞住，人自然會越來越唔想煮飯。廚房唔好擺太多同煮食無關嘅嘢，賬單、藥袋、塑膠袋、壞電器、雜誌應該有其他固定位置。煮食空間本身已經細，再塞滿雜物，使用起來會更危險。刀剪用完要放好，唔好亂放喺台邊。對長者嚟講，一時唔留神，好容易整親。垃圾桶唔好塞到滿瀉先倒，尤其夏天，食物垃圾容易有味同惹昆蟲。廚房有味會直接影響食慾同居住感受。廁所用完之後，座廁蓋應該蓋好先沖水。平時保持門關上，唔係因為神秘，而係減少氣溶膠，濕氣同味道向外散。抽氣扇要保持運作正常，洗咗之後可以開一段時間，等濕氣排走。地面有水要盡快抹乾，避免滑倒。如果廚房門同廁所門正面相對，可以避免兩邊長時間同時打開。中間位置保持乾淨暢通，亦可以放一張細小、容易清洗、顏色平和嘅地墊，清楚分開兩個空間。但唔好為咗化解而放一張厚重、長期吸水又唔洗嘅地氈，咁樣反而會積聚濕氣同污垢。有啲人以為廚房屬火，就要用大量紅色去增強火氣。其實香港廚房普遍細又熱，如果牆、櫃、地墊同用品全部用鮮紅色，視覺會更加燥，人煮飯時亦容易煩躁。顏色應該配合實際環境，地方已經熱，就用較平和、乾淨嘅色調。最重要係光線充足、空氣流通、爐具安全、食物新鮮。大家聽到呢度，可以望一望自己屋企門口、財位、廚房同廁所，究竟邊一個位置最亂、最暗或者最耐冇整理過？再問自己一個更加重要嘅問題：每個月最容易令你漏財嘅，究竟係醫藥費、屋企維修、仔女開支，定係自己不知不覺買咗太多冇用嘅嘢？你可以喺留言區寫低答案，唔需要講實際金額，只需要講出最困擾你嘅一個問題。因為當一個人願意面對問題，先有機會改變問題。風水唔只係睇方向，亦係睇你每日點樣使用間屋，點樣使錢，點樣說話，同點樣照顧自己。第4個道理，人到晚年愈想有福，就愈唔應該將所有控制權擺喺客廳。有啲家庭客廳明明裝修得好靚，梳化亦好舒服，但係冇人中意坐。仔女返到屋企就入房，孫仔坐一陣就話要走，連食飯都匆匆忙忙。點解會咁？因為客廳表面上係休息地方，實際上已經變成一個審問同批評嘅地方。有啲長者中意坐喺最接近大門嘅位置，邊個出門就問去邊，邊個反詞就問點解。買咗一件新衫就話亂使錢，出去食飯就話屋企有飯唔食，孫仔玩電話就話冇出息，仔女工作忙就話淨係識返工，放假想休息又話懶。每一句說話講嗰個人都覺得係關心，但聽嗰個人日日被問，日日被批評，就會覺得返屋企好大壓力。房屋嘅風水唔止係睇梳化靠唔靠牆，電視擺喺邊個方向，仲要睇坐喺梳化上嘅人究竟帶出一種乜嘢氣。客廳係一家人聚集人氣嘅地方，呢度應該有交流，但唔應該長期爭執；應該有規矩，但唔應該變成一個人控制所有人；應該有聲音，但唔應該由朝到晚都係電視新聞、負面消息、責罵同埋怨。一間屋就算一塵不染，如果屋企人一入到客廳就緊張，亦唔可以叫做好風水。好多長者退休之後會慢慢失去以前喺工作上嘅位置。以前有人聽你指示，有人需要你決定事情。退休之後，仔女有自己生活，
家中好多事情唔再需要你處理。有啲人心入面會覺得失落，甚至覺得自己冇價值。為咗證明自己仍然重要，就會不自覺加強控制。仔女做每一個決定都想插手，孫仔點樣讀書、幾點瞓覺、着咩衫、食咩嘢，全部都想管。但控制得越多，仔女就越少分享，因為佢知道講一件事俾你聽就會換來10句批評。久而久之，佢寧願乜都唔講。當仔女少講嘢，長者又會覺得佢哋疏遠自己，於是更加埋怨。仔女聽得越多埋怨，就越唔想返屋企。呢個就係一個令家宅人和慢慢流失嘅循環。香港住宅空間細，每個人本身已經缺少私人位置。如果客廳再充滿壓力，後生一代自然會反房關門，或者寧願留喺外面耐啲。呢個時候，長者好容易將問題解釋成不孝。但有時唔係仔女唔愛你，而係佢哋唔知道返到屋企之後點樣先可以唔被指責。真正有福嘅晚年，唔係仔女每日按你嘅方法生活，而係大家即使生活習慣唔同，仍然願意返嚟坐低食餐飯，講幾句真心說話。所以客廳要改善人和，先從3件事開始。第一，減少阻塞。梳化同櫃唔好阻住主要通道，長者常坐嘅位置亦唔好正正擋住大門，令自己變成一個好似看守出入口嘅角色。第二，減少噪音，電視唔好由朝開到晚，音量亦唔好大到每個人都被逼聽。長時間高音量新聞會令屋企人精神緊張，尤其日日重複聽意外、疾病、詐騙同衝突，個心自然難以安定。第三，減少批評，想俾意見可以清楚講一次，講完就停，唔好一件事重複講10次，更加唔好將今日嘅問題連埋10年前嘅舊事一齊翻出嚟。每日可以留一段時間同屋企人傾一啲唔關錢、唔關病、唔關責任嘅話題，可以問今日食過乜，可以講一件開心小事，可以聽孫仔講學校趣事。你唔需要每次都俾答案。有時屋企人只係想有人聽，而唔係想被教訓。飯台亦唔好變成審問台，食飯係一家人補充體力同交流感情嘅時間。如果每餐飯都問幾時結婚、人工幾多、點解唔生仔、點解返咁夜，久而久之，大家就會寧願唔一齊食。唔好成日將仔女同鄰居、親戚或者朋友嘅仔女比較，你以為比較可以激勵佢，實際上只會令人覺得無論點做都唔夠好。亦唔好用錢同物業去威脅仔女，例如話唔聽話就1毫子都唔留俾你。呢啲說話講得多，親情就會慢慢變成利益交換，到最後你自己都分唔清仔女返嚟係因為關心你定係怕你嬲。有能力幫助仔女係福氣，但幫助應該有界線，唔好因為俾個錢就覺得自己有權控制對方一生。客廳真正嘅招財物件唔一定係金色擺設，屋企人願意返嚟，願意坐低，願意講真心說話，先係最珍貴嘅人才同福氣。所以喺你買新風水物件之前，先執走阻路嘅雜物，先將電視音量調低，再將一句準備講出口嘅責罵收返。有時少講一句傷人說話，比多擺一件吉祥物更能改善家宅氣場。第5個道理，晚年最好嘅風水係你仍然有自理能力、有判斷力同有選擇。有啲人退休之後覺得自己辛苦咗幾10年，終於可以所有事情都交俾仔女，錢交俾仔女管，銀行資料自己唔清楚，重要文件擺喺邊自己唔記得，手機唔願意學，所有信息都要等人處理，連一餐簡單飯都唔想準備，每日等人買返嚟。起初可能覺得好舒服，好似終於有人照顧，但時間一長，個人會失去越來越多主動權。當你完全唔知道自己有幾多錢，亦唔清楚每月使幾多，你就好難保護自己。當你所有賬戶、密碼同文件都交晒俾一個人，而自己完全不聞不問，一旦關係有變，或者對方處理失誤，你就會非常被動。有啲長者因為信任仔女，將一生積蓄全部交出去，甚至提早將物業轉名，換取一句將來一定照顧你。後來家庭環境改變，仔女結婚、失業、欠債或者彼此關係出現問題，長者先發現自己已經冇咗選擇。我唔係叫大家唔好信仔女，而係信任同完全放棄管理係兩回事。真正穩定嘅做法係重要資料自己知道，可靠家人亦知道。你可以請人幫忙，但唔好令自己完全唔清楚發生緊乜。晚年自主要有4個基礎，第一係生活自主，你唔一定要每日煮3飲1湯。
但至少識得準備一餐簡單食物，識得安全使用電器，識得保持房間同個人位置整潔，識得睇清楚藥物標籤，按醫護人員指示服藥，唔好將所有家務全部放棄，適量整理、煮食同外出買日用品，本身就係活動身體同維持判斷力嘅方式。第二係金錢自主，你要知道自己每月有幾多收入，包括退休金、年金、家庭支援或者其他固定收入。而要知道每月固定支出有幾多，例如管理費、水電煤、電話費、保險、覆診同日常生活費，唔需要每日計到一分一毫，但至少要知道錢流向邊。唔好因為熟人一句有好回報就將積蓄拎去投資，唔好因為親戚開口就隨便替人擔保，唔好覺得對方係自己睇住大嘅後輩就一定唔會出問題。人到晚年最重要唔係追求一次過賺好多，而係避免一次過輸掉承受唔起嘅金額。任何人叫你即日決定，唔俾時間考慮，話機會只有一次，又叫你唔好同屋企人講，都要特別小心。風水物品亦一樣，唔好相信一件昂貴擺設可以代替理財。一個人如果冇支出紀律，就算財位擺滿金器，錢一樣會流走。第三係健康自主，身體有問題要按專業建議檢查同治療，唔好因為怕麻煩仔女就一直隱瞞病情，小問題拖成大問題，最後需要更多時間、金錢同照顧，反而令屋企人更加擔心。但亦唔好聽到人哋話某種保健品可以醫百病，就一次過買幾萬元，尤其一啲講座先送小禮物，再用恐嚇方式話你身體有好多毒素，最後推銷昂貴療程同產品。長者一定要保持冷靜，真正養生離唔開規律飲食、適量活動、充足睡眠、情緒穩定同定期檢查。冇一種單一食品可以代替所有生活習慣。每日按能力活動，可以落樓行一陣，可以喺屋企做簡單伸展，可以同朋友去公園坐下，唔需要勉強自己做劇烈運動，但亦唔好成日坐喺梳化完全唔喐。第四係精神自主，唔好將一日所有期望都放喺仔女一個電話上面，仔女忙冇即刻覆，你就覺得佢哋唔關心，仔女幾日冇返嚟，你就由朝到晚嬲。人到晚年仍然需要有自己嘅生活，可以同朋友飲茶，可以參加社區活動，可以學一樣簡單新技能，可以種一盆植物，可以每日落樓行同一條熟悉路線，唔一定要做大事。重點係你每日起身知道自己有一兩件事情可以完成，而唔係只坐喺屋企等待別人安排。亦唔好由朝到晚沉浸喺負面新聞同是非入面，長時間接收驚嚇、憤怒同衝突訊息，個人會變得焦慮，夜晚亦難入睡。適量知道世界發生乜事就夠，唔需要每一個負面消息都追住睇。從五行角度，一個穩定生活需要5種力量互相平衡。木代表學習同成長，人老咗唔代表唔可以學，學識用手機基本功能，學識查閱醫院信息，學識辨認詐騙，都係木嘅力量。火代表精神同溫暖，每日有笑聲、有陽光、有人交流，火氣先會適中。如果屋企長期冷清、黑暗，冇人說話，火就會不足。土代表穩定，固定起居時間，清楚物品位置，規律飲食，就係土。但土太重就會變成固執、囤積同完全唔想改變。金代表界線同管理，知道乜嘢可以使，乜嘢唔可以使，知道邊啲要求要拒絕，知道重要文件點樣分類，呢啲就係金。水代表適應同流動，仔女生活方式同你唔同，社會科技亦不斷改變，識得慢慢適應，唔需要凡事抗拒，就係水。如果晚年只剩下松土，日日坐住積物唔改變，氣就會愈來愈滯。如果水太多，日日憂慮、猜疑、害怕，個心就難以安定。如果火太強，成日發脾氣，家人亦會避開。所以最重要唔係追求某一種力量，而係平衡。大家可以準備一份簡單嘅晚年生活資料，唔需要寫得好複雜，只需要清楚，有需要時齊得到。入面可以記低重要親人嘅聯絡方法，自己正在服用嘅藥物、覆診資料、主要銀行同保險資料、固定賬單、重要證件放置位置，以及自己基本意願。敏感密碼唔好隨便公開，但至少要有安全安排，確保真正需要嗰陣，可信任嘅人知道點樣協助。
呢份資料唔係不吉利，更加唔係預計自己會出事，相反，呢係一種負責任嘅安排。當事情有秩序，自己心裏安心，屋企人亦唔需要臨急臨忙四處尋找。人到晚年，真正嘅福氣唔係所有人圍住你服侍，而係你有需要時有人幫，但平日仍然可以照顧自己。你有家人陪伴，但唔需要用情緒逼佢哋留低。你有積蓄，但唔會因為貪心或者人情壓力一次過將佢失去。講到呢度，我同大家重新整理今日5個最重要嘅道理。第一，大門唔通，氣就難入。想財運穩定，先要令入口乾淨、明亮、冇異味、冇阻塞。大門暢通唔單止係風水問題，亦關乎安全同每日心情。第二，守財唔等於守住所有舊物，冇用、破損、過期嘅物品留得愈多，佔用嘅空間同精神就愈多。財位要穩定、乾淨、有生氣，唔好將佢變成垃圾站或者雜物倉。第三，漏財往往由小地方開始，水喉滴水、雪櫃關唔實、食物過期、電器耗電、藥物囤積、促銷時買過量，全部都係真實支出。修理細問題，管理日常消耗就係最直接嘅守財。第四，家宅安寧唔止靠擺設，亦靠說話。客廳如果充滿審問、比較、指責同負面聲音，就算裝修幾靚都難以聚人。少一句責罵，多一次傾聽，往往比多擺一件風水物品更加有效。第五，晚年最大福氣係自立，知道自己有幾多錢，知道文件放喺邊，保持基本生活能力，願意學習，適量活動，有自己嘅朋友同興趣，呢啲先係令人愈老愈安穩嘅根基。大家一定要記住，風水好唔代表迷信，更加唔係買一件物品返嚟，所有問題就會自動消失。真正嘅家居風水係你知道邊個地方太暗，邊個地方太濕，邊條路被雜物阻住，邊件電器正在浪費金錢，邊一句說話正在傷害家人，邊一種習慣令自己失去健康同主動權。屋企乾淨，氣先容易順；心唔亂，錢先容易守。說話留有餘地，家人先願意親近。生活有秩序，晚年先有真正安全感。今晚大家唔需要一次過改變成間屋，一下子做太多反而容易攰，做2日就放棄。你只需要喺片完咗之後，慢慢行一個圈，先睇3個位置。第一，睇大門，睇下有冇鞋、紙箱、垃圾、濕散或者雜物阻路，燈夠唔夠光，門開關順唔順。第二，睇客廳一個比較安靜嘅角落，嗰度有冇堆滿壞物件、舊報紙、過期藥物同未處理賬單，有嘅話聽日先處理一樣。第三，睇廚房同廁所，聽下有冇滴水聲，聞下有冇異味，檢查有冇食物過期，有冇地方長期潮濕，然後問自己屋企而家有乜嘢正在阻住氣、浪費錢或者令家人感到唔舒服。只要你今日認出一個問題，聽日改好一個問題，間屋嘅氣已經開始轉變。唔好睇少一個乾淨門口帶來嘅安心，唔好睇少一個冇雜物嘅角落帶來嘅輕鬆，唔好睇少一個收好嘅水龍頭每日幫你減少嘅浪費，更加唔好睇少一句溫和說話，可以令一個本來唔想返屋企嘅人願意坐低多一陣。福氣從來唔係突然由天跌落嚟，好多時福氣就藏喺你願唔願意整理，願唔願意改變，願唔願意收住脾氣，願唔願意為自己嘅生活負責。人到晚年唔需要同人比較邊個有幾多物業，邊個仔女最有成就，邊個戶口數字最大。真正值得比較嘅係自己今日有冇比昨日更加安穩。你返到屋企個心安唔安，夜晚瞓覺個人定唔定，遇到開支有冇足夠準備，身體有事識唔識處理，仔女返嚟大家能唔能夠好好食一餐飯，呢啲先係晚年最實在嘅財富。如果你屋企大門太窄，財位唔知道喺邊，廚房同廁所靠得太近，錢每個月都唔知使咗去邊，仔女越來越少返屋企，或者屋企人經常為小事爭執，你可以喺留言區講出你最想改善嘅一個問題，唔需要一次講晒全部，只要講一個最困擾你嘅問題，我會從大家最常遇到嘅情況入面揀出有代表性嘅例子，喺之後嘅內容再同大家深入分析。亦請你將今日呢5個道理分享俾身邊有需要嘅家人同朋友，尤其係一啲屋企雜物愈積愈多，經常擔心破財，同仔女關係開始緊張嘅長者，
可能只係一個小提醒，就能令佢重新睇清楚自己嘅生活。風水唔會代替你完成所有事情，但正確認識風水可以幫你少犯一啲錯，少浪費一啲錢，少講一啲傷人說話，亦少留一啲冇必要嘅雜物。請訂閱頻道，繼續留意更多關於風水財運、家居佈局、命理、流年運勢、招財守財同香港家宅氣場嘅實用分享。記住，晚年嘅安穩唔係靠一件昂貴法器，而係靠一間乾淨有序嘅屋，一個清醒穩定嘅心，一份管理得當嘅積蓄，同一段彼此尊重嘅家庭關係。門口清，路先通，屋企正氣先順，心安定，財先守得住。一家人肯留厚德、留餘地、留溫暖，晚年先真正有福。